我不多你妈妈解释呢，就睡着了，别白是呢，这里破干了，破干嘛里边用哈他妈呢，他妈意思是怕破干嘛他妈的把这个干的他呢，一年阿克干钱了，你快些了，我就豆腐干嘛面，也干钱了，你快些了，一米呢我点他一到那么米呢，米呢我153米呀嘛呢，哈把车嘛你去考过了我了啊了，过了啊面，那车不长我比你那里边白的1米呀嘛呢，20米价嘛是我都是你师傅搞的。这里是妈咪家嘛呢，一夜嘛呢，去考上嘛，别嘛，别白什么，那草不长过比，你那里别白是，白你别白看呀，一夜到那嘛咪别看呀，10下白嘛么，过来俺们，耶稣是怕不长过比，一旦阿里别破个了，米呢他妈话，一口气无老呀嘛，没能咋怕嘛就，哈利路亚。无啥嘞，一旦摸嘛呢，摸老呀嘛，没能咋怕，别个我米都干了。一口气米耶稣嘛，就别办嘛了。我嘛不多，你有一到那么米别看呀，有不长过比你那里，苏里你那里别看呀，你嘛没俺们有讲嘛呀，无啥不长过比弄得摸嘛，可以有讲咯。我嘛不多，你嘛他讲，无啥嘞弄得苦大嘛，对的话弄对的是呢，你嘛讲的呀，你嘛下的呀，用哈的。我不多，你妈妈解释呢，就是叫路呗。我米一点数，我不多，明白到了。我嘛不多，你无啥不多，无啥米一点是呢？你们家点数，无啥嘞？你姑个点咯，无啥白口瓜比用哈的，你姑干嘛嘞呗？你弄得俺们你姑个点咯，就是叫路呗，你姑个点咯。我嘛不多，弄一到那么米呢？苏米讲过你妈们，侬一到那么米呢，侬瓜比俺们20万俺们都上俺们，无啥米讲嘛，瓜可讲嘛，米俺咯，我嘛不懂，你嘛他讲，有哈呢，提考上嘛比1米也干嘛，过来俺们，一门嘞1.5都是10克哟，莫怪一年莫老呀嘛，没能咋怕，明白嘛？来凶俺们一万哟，你弄得无啥的苦大嘛对的，无啥的弄得肯定想嘛个啥说啥。他妈的，俺们弄哇过去对的话，对比3个人下了，你们家那台，意思是怕别打嘛，别去他妈的，你故事呢，很多来别你3个人下了，人家家不便宜点啦，阿里边对那么对的嘛，就他那个一点啦，说对的嘛对的，弄你块学生呢，过去要对嘛，天天要对嘛，刚才说错点啦。耶稣没讲过去这个，弄对那么讲不得，无啥弄得嘛个啦我，别你3个人下了。过了嘛，你都可挂有哈呀？耶稣是怕了那么加不得加个薯片那么那边，你有还你光俺们，你有无啥还的是的？你话的话，耶稣是怕也了那么别个，没有挂取代也那么别个，可能那点咯，你咋不？我嘛不多，他妈别个加个那么别个。你无啥的有点苦大咯，我嘛不多，弄得无啥的普许瓜比米一家那么别个，多家那么别个苦大呢，弄普许瓜比一次花生呢，弄对的瓜无啥米也是的，多家罢了，10比你3个你下了，嘛俺家弄得无啥米比苦瓜比，阿里苦大只有你只有苦大嘛学得好。苦大嘛对的他妈话，一次比有呢，一来比你3个你下了，你要哈的一里呀哈他妈原生的米呀嘛那边，你要的俺们一里呀哈的米呀嘛那边，你要的俺们原生的老呀嘛还你话，你我别嘛米家你是你下了，你我别无啥怪不个第个是你下了，你我别无啥的弄得苦大嘛对的话对是你下了，我嘛不懂你俩嘛你咋不花起来，耶稣是怕也了那么可能那点我，刚才嘛耶稣喊嘛喊把他嘛话用哈家国话别用俺们花起是呢。耶稣是怕也了那么加个薯片了这边无啥人你瓜别一年3个不啦咯。